各位兄弟平安。伫礼拜头前，咱先用几分钟来祈祷。Before the worship, we will pray together for several minutes to prepare our heart before the worship, before the service. 咱首先为着咱的家己来祈祷，求主互咱的心准备好，来调起伊，听伊的话语无窒碍，会当有气力来行。咱也为着伫路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互因顺序来到礼拜堂来敬拜上帝。也伫今仔日的礼拜有真侪真好的领受，得到上帝恩典的祝福。咱也为着今仔日所有同工来祈祷，所有同工会互使得到咱用大道来支持因，就会当搁较有气力来服侍主，也服侍众人。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清早时，阮来到你的殿宇敬拜你，是何等欢喜的代志。主，你伫遮甲阮相拄，阮的性命搁一摆得到更新来改变。主，你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听了明白，搁会当照你的旨意去行。互今仔日所领受的，诚做这一礼拜。也诚做阮整个性命的帮助。主，阮也为着路中的兄弟来祈祷。主啊，你互因会当紧紧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互因的心也永远是准备好势，互因伫今仔日的礼拜有丰盛的收获甲领受。主啊，阮也将今仔日所有同工拢放伫你的手中，无论伫台前台后。无论是团队，也是一个人伫服侍，拢互阮合一，成做一个团队来服侍你，佮服侍众人。主，你伫阮服侍是伫阮有限无够业的准备，就加添阮的气力。因为有你同工，阮就凡事无欠缺。佮有阮伫服侍内底，整个会当得到你的祝福，道道成长，成做你所欢喜的样式。搁一摆恭敬，甲今仔日的礼拜放踮你的脚前，愿你感力，愿你做主做王，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所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就对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寻求伊的指示。咱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0首。我心全无听候上帝，我心全无听候上帝，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平安，互阮今早起会当来到你的圣殿，甲兄姐来敬拜你。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互阮有份伫你疼内面，成做你的囝儿，伫上人教会来享受你的恩典。阮满心懊恼感谢，阮今早起的敬拜，也要充满你满满的施恩甲祝福。亲爱的上帝，阮较无你，你伫阮失志无力的时陪伴我，艰苦阮的心无得消沉。我靠你，你要投放阮的重担、忧愁甲烦恼。你的恩典，互阮重新得到活命快乐。你互阮的祝福，互阮智慧，引带阮伫正确的方向来跑走未来的路。亲爱的爸上帝，我也要恳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求你互阮无得深陷伫错误中，重新找到调整阮的脚步，会当来得到你疼的怜悯，也砍阮的罪过，会当重新来顶头生。求上帝也保守阮伫寒冷多变的气候中，使阮有温暖的太阳、平安、健康，也保守阮台湾，互阮伫这个世界快速变化中，会当平安顺遂，也互台湾持续来进步，对世界做出更较大的贡献。今年是阮相连设教113年周年，阮感谢你的恩典满满，伫相连的每一项的事工。今年我也有选出新的中级团队，甲阮的牧师团组成新的团队。阮的年度主题是诚心祈后福音讲团。我们伫相连好的基础中来转型，互咱的福音来讲传更较成长。伫你满满的祝福内面，阮也知，阮着爱安静做伙来祈祷，成做阮新的团队拍拼合一，来完成逐项的事工。阮也要为着阮新开拓的万德福教会，伫2月7日要升格做同会，甲吴炳豪牧师来就任第1任的牧师。来祈祷，我也要为着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甲因同在，亲自安慰因。亲在主上帝，我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心内忧闷，袂当来教会甲阮做伙来敬拜你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你的大能甲祝福。临到因的身躯，互因会当快快回到教会，甲阮做伙来敬拜你。阮安尼祈祷无够夜，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像于天里。阮的日食也会互我，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错阮无事，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咱三甲来交托启恩文第12篇，启恩文第12篇，诗篇46篇，伫圣诗后壁面的18页。上帝是阮得胜的所在，甲快乐。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化好野影，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日邦和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斩断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接续，咱请圣歌队来带咱来阿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你的名是遮尔荣光，阁威仪。你
咱感谢圣歌队用遮尔水的诗歌来传咱俄罗上帝。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46篇第10节。旧约圣经诗篇46篇第10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第1069页。现代中文译版修订版第704页。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来共读。伊讲：拢惦惦，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崇，伫全地受尊最大。以上是今日的圣经。今早起，本堂梁维珍牧师，伊要带予咱的信息是：要恬静，请大家用恬静的心，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平安。伫分享信息之前，咱做伙一摆来祈祷，来准备咱的心，领记圣经话语所要甲咱讲的话。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清早时来到你的殿院敬拜你，是欢喜的代志。当我们对圣经来学习，主啊，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会当有通听的耳孔、受教的心，阁有气力照你的心意来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要用一个故事来甲大家分享，来开始今仔日的信息的分享。PPT 爱换做着，多谢。我少年的时阵，甲阿公阿嬷拢有做伙大。我是伊上细汉的查某孙。所以我出世的时阵，伊已经70岁，是真正的老大人。我发现伊足有气力，我发现伊足安静。虽然伊是一个高讲道的牧师，但是伊无足爱讲话，但是伊讲话有内容。我看伊逐日拢甲我同款时间起来。也同款时间困，伊无困眠真少的问题，我就足好奇的，想讲阿公哪会遮厉害？一天伊困的时阵，我就去甲偷看，我发现伊怎样困？伊用最后安息的姿势来困。恁知影最后安息的姿势是啥物款姿势无？真正放松，真正死者。然后我就发现，伊逐摆困拢真正安息，起来就搁活，伊有搁活的气力。上帝同在甲伊三个伫地，伊无搞迷茫，但是伊祈祷，若上帝有听，就会甲伊讲话。后来我发现，阮做囡仔，若困的时阵歪哥起床，伊就会来甲阮悄悄的。嘛爱用上放松、最后安息的姿势来困，安尼才有搁活的大气力。这是一个足有趣味的经历，这是一个足特别的经历，互我一世人拢袂记哩。一个安静、曲高讲道的阿公，杨秀德牧师，一个困甲醒起来，阁会当重新得到气力，特别上帝的罗卜。因为安尼，也因为伫主年11月9号到9日，我有讲到好即事第一点，讲到爱安静吼，我就想讲好伫冬天的时阵来讲安静是真水、真适合的一个主题。但是咱爱知安静，毋是恬恬，毋好讲话，亲像老大人上爱讲的，细汉囡仔恬恬，毋好搞话搞变，迄个恬恬。这个恬毋是叫咱毋好讲话，这个恬搁较亲近迄个圣诗讲，着恬静，着恭敬伫伊面前，迄个
恬静，是一个真安宁的状况，是一个亲像以赛亚书30章15节所讲的平静安稳的状况。安静是稳的基础，顶一摆好几事有讲到。咱先来看安静这个字。安静是一个伫希伯来文足丰富的字，伊会当讲是静谧、止调的、停止，伊嘛会当讲是停止挣扎，不要挣扎了，也是讲放手的意思。伊搁较会当是保持敬畏上帝的心，毋好埋怨，也会当是休息，甲上重要的安息。所以安静就是互所有的鸟鸟动拢停止，无论伊是外在也是内在的意思。毋好阁鸟鸟动，不要躁动，互咱先停落来，然后再来讲其他的事。第二个，安静是因为知上帝是上帝，知影也是认捌这个字，是更较丰富的一个字。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知影认捌，除了理性的认知，对知识的了解，更较重要，伊包含了迄个关系的建立，甲生命的经历。所以讲到第一个查甫人亚当甲伊的妇人人，上帝甲带到伊的面头前，因着进入到房内的时阵，伊讲因就认捌彼此。这个认捌是身体甲心灵全面的认捌，是关系的建立，是生命特别，敢若夫妻才有的经历。咱认捌上帝嘛是同款。对犹太人来讲，上重要、中心的认捌，就是知影上帝是上帝。认捌亲像咱头拄启应文所讲的，亲像诗歌所唱的，认捌伊的威严伟大。因为认捌上帝，因为知影上帝是上帝，就咱知影家己是啥物人，也知影我徛伫啥物款的位置。因为认捌上帝，所以咱搁较深认捌我家己是迄个上帝目中的我，所以我应该做啥物选择，做啥物代志，就会搁较清楚。因为安尼认知，咱转来看诗篇46篇，因为经文所读到第10节，所以咱头拄仔所读的启应文，就是诗篇46篇的全篇。所以恁虽然伫读经的所在，敢若读到第10节，但是恁伫读启应文的时阵，已经甲规个诗篇46篇拢总读过一届，恁就有概念。这个诗篇是咧讲啥物？诗篇46篇其实是一个关乎战争甲患难的诗篇，却伫其中来教示停止甲安静。短短篇幅内底有几项重要的提醒甲功课，互咱学习。第一，上帝才是世界的主宰；第二，上帝才是咱的靠山。毋好靠人，也毋好靠家己，着倚靠上帝。第三，因为上帝是世界的主宰，因为上帝是咱的靠山，所以战争输赢毋是靠咱家己，战争输赢是倚靠上帝来成就。咱人生嘛是共款，着倚靠伊来成就咱家己无法度成就的代志。所以伫遮伊就呼吁读诗篇的人讲：咱来停落来，咱来安静落来，咱来知影上帝是上帝，咱来
看见伊的大作为。这是一个足奇妙的景象，敢毋是？伫足极端的迄个震动甲安静的中间，伫对着伫遐花吼，武器拢也好，就要进攻的进程，竟然咱爱保持安静，咱爱静静听候上帝。然后诗篇内底就讲到，上帝互战争煞去，因为伊出手。这首诗歌在传统上是可拉后裔的诗歌，是以色列民族去经历迄款的流浪、迄款的失败、长期伫迄款行来走去的人生内底，伊个信仰的体验，实在互咱应该爱深深来思考、来学习。安静到安歇，对犹太人真正重要。咱毋好忘记，伫时间上受称最成的，伫十诫内底，就是恁着守安息日最圣日的规定甲持守。对十诫的安息日，到诗篇46篇安静安息。咱会当发现安息日受规定最圣日分别最圣的意义。安息日是犹太人停止日常工作、甲社交活动的日子，因为伫即日，咱爱专务敬拜上帝，对心灵到身体。拢爱好好啊休息，好好啊休困。伫即两项事看做无共款，其实是互相有真重要的连结的。因为敬拜上帝，咱就会定心得到快乐；因为停止其他活动，咱就会当专心敬拜上帝；因为专心敬拜上帝。就会当好好甲上帝建立关系，然后透过好的安息来重新调整咱的信仰、咱的心身、咱的生活甲工作。所以安息日是偌尔重要，伫上帝的面前看做神圣。第三，诗篇46篇。的内容，毋是干那一个关乎战争甲得胜、行动甲安静的诗篇尔。伊也是一篇伫患难中、伫真大压力内底，免做信仰操练的教师。作者伫遮伫提醒，咱着爱转去到信仰的中心，就是对上帝的相信。因为相信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倚靠，是咱的关台，所以咱就袂因为惊吓、恐慌伫遐摇摇动。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上帝伫万项事中间就会当停止伫遐摇摇动，咱会当安静落来，咱会当放手交托伫主的手中。咱会当平静安稳，咱会当有耐心去听候上帝替咱做伊心爱做的事。即款的信心，互犹太人伫迄个足长期几若千年，国家无去啊，家庭有当时嘛无去一半，然后流亡到全世界，拢去互压迫，拢去互歧视。拢去互排斥的人生内底，犹佫会当坚持住的，到今仔日抑佫是犹太人无消失伫历史中间，一直到今仔日，这就是因信仰的操练所产生的快乐、安静。因为安尼，毋是干那是犹太人的信仰功课甲信仰操练。嘛，应该是咱所有的基督徒
做伙爱去思想，爱去实践的信仰功课。所以，咱要为5个方面来思考，怎样操练安静。第一，安静是内在的节制。诗篇65篇第7节安尼讲：万国喧哗。今仔日的诗篇也讲万邦骚动，万邦列邦哗哗吼，列邦摇摇动。对古早到今嘛，这个世界一直拢真正摇摇动。哗哗吼，兼毋是，因为这个世代真正吵闹，所以咱的心就容易受到影响，嘛开始对咧吵闹，嘛开始对咧摇摇动。所以安静第一个学习，互咱节制迄个内部的活动、内心的活动。伫遮即款节制。毋是讲咱会甲家己敲到一个足好势的状况，是靠咱家己的力量，毋是安尼，毋是咱家己靠家己的力量，要互咱真正安稳，毋是安尼，是伫即个时阵就停落来，亲像圣经所讲的 "Be still, be still"， 停止，停落来，毋好伫遐摇摇动。就是若咱用电脑的术语来讲，毋是假装镇定，是强制关机。所以咱才会当转去到迄个安全模式内底，因为咱个摇摇动是完全无利益的事，所以咱要开始节制，就像圣神的规矩所教示咱的节制咱内心的活动。然后，第二，咱就会当有信心的交托。安静毋是干那停止家己的活动，是爱咱开始转向上帝，透过信心的仰望来交托，因为知伊是上帝，因为知上帝是上帝，因为知影，所以咱会当甲心中的固执放落来，手中的坚持嘛放落来。真真正正甲代志交托伫上帝的手中，亲像第8节安尼讲，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面上奇妙的所做，也亲像65篇第5节到第7节，就安尼称赞咱的上帝讲：真求阮的上帝啊，你用通行为的作为。施行公义来应答我，地极甲海面远远的人，拢要倚靠你。你彰显你的权能，用气力，互山岭安稳徛在。海摇出，海涌哗哗吼，万民喊话，你互因拢平静，你互因拢平静，信心的交托是知，地摇出上帝互因平静，海哗吼，上帝互因拢平静。第三，安静是往真道的校正回归。即使咱伫疫情的时阵已经学了真好势、真透彻吼。所以我都无解说真多，但是咱通知，若咱安静落来，若咱知影上帝是上帝，你有发现一项事无？世界就安静啊！若咱安静，世界就安静落来。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体验，所以咱就知其实。哗哗吼，是因为咱的心哗哗吼。若咱的心安静，若咱知上帝是上帝，咱的心安静，世界就安静。咱会忽然听会到上帝微微的声 ，whisper of God，
咱会忽然看会到，本来已经那亲像要消失伫迄个城市足繁华的景象内底，真理的道路，然后咱会安稳落来，因为咱找到上帝所徛起的方向，咱会当足稳妥的，一直往头前行，一直往头前行，行去到上帝的所在，拢袂迷路。圣经旧约内底有一个前辈，就是安尼去经历的，迄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伊服侍日子足长的，长到国王来搁去，长到王朝起搁落。服侍到有当时嘛会感觉足挫折的，足失望的，足无气力的。但是伫即个中间，伊经历上帝对伊的保证甲安慰，亲像以赛亚书第43章第20节就安尼讲：上帝对伊讲，你经过大水的时，我要甲你同在；你过大河的时，水要甲你淹灭。会对火中经过，一定袂伤着，火焰嘛袂甲你吞灭。这是上帝对伊安慰甲保证，这是咱对上帝找到方向的安稳。第四，安静是深深 root， 深深定根伫大自然的超然。伊拉安静的时，毋是呆呆伫遐，戆戆无震动，是进入搁较深沉的灵性操练。咱来透过祈祷，咱来透过上帝赏赐咱的两本册。上帝毋是干那赏赐咱一本册，上帝其实赏赐咱两本册，一本叫做圣经，一本就是伊所创造的大自然。因为上帝把伊的真理藏伫大自然的运作内底，对咱讲话。咱来透过圣经，也透过大自然来操练咱的灵性，互咱的灵性会当哪来哪永驻。就是咱来透过读圣经来祈祷，佮甲大自然来连结，互咱会当道道甲上帝三当行，亲像圣经所讲的，凡事道道来，就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咱甲上帝道道三当行，咱就会当真正平稳的呼吸、呼吸，呼吸，慢慢来思考，每一项代志都会当稳稳来进行。咱毋好小看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咱可能以前较少伫灵性的操练内底，伫安静的操练内底，去到大自然的所在，伫遐去遐安静，去遐思考信仰，去遐看见上帝伟大。但是环境伦理学之父 Holmes Rostand 安尼讲，伊讲树哪亲像一个礼拜堂。是定根基的所在，树木的枝叶伊往天顶来伸出去，就亲像礼拜堂渐渐的迄个厝尾头伸伫蓝色的天内底。日光透过玻璃，透过树叶伫咱的头壳顶，就亲像透过礼拜堂的玻璃降落伫咱的头壳顶，树哪甲礼拜堂共款，伊邀请咱进入超越人间的处境，互咱更较深来体会迄个开阔、佮充满包容的境界。即款的操练，互咱会当定根伫上帝，就是咱生命的源头。也定根伫咱所生活的土地大自然，
互咱的性命会当稳固无摇动。最后是安静是要开始行动的开始吼，我用日本人这两字吼叫做晋级的开始。你拢知影晋级是啥物意思？其实安静是毋是永远拢无振动，精进嘛是为开始烧台弄鼓开始，音乐嘛是为第一音开始。安静是下一阶段行动的开始。安静的是咱已经在准备，行动已经开始。安静搁较是上帝伫讲话进前，迄个有上帝做伙的静谧，迄个安宁有上帝做伙的静谧。伫遐咱的心安宁，已经在准备甲上帝做伙往头前来行。准备甲上帝做伙来同工，准备甲上帝做伙来经历人所无法度家己成就的大代志。亲爱兄弟，你敢愿意安尼经历即款的安静？有人讲，祈祷是听上帝对咱讲话，稳定的话语，真理的话语。有人讲，祈祷是讲。因为咱对上帝无保留来讲，其实，若咱搁较深操练祈祷、操练安静，咱就会发现，祈祷上奥妙的境界，其实是安静，是甲上帝进入到单独的迄个厝内的迄个深深的经历，伫遐。咱无需要讲啥物，上帝哪亲像嘛无讲真济话，但是咱会做甲咱静静三角伫地，就咱的心安然，咱的灵魂稳动，咱有一个上放松无紧张，却上有快乐的时刻。伫新的一年，咱有足侪工爱做，无论伫日常生活、伫工作。也是伫服侍，拢伫紧锣密鼓的准备，所以咱搁较需要操练安静，知影上帝是上帝，咱就会亲像小杨诗歌有你同行所讲的，有主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有主同行。就赢过千万人做伙行，我的灵魂稳妥，因为你甲我相同行。阿们，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讲话时你甲我伫地，安静的时你搁较甲我相甲伫地。主要是所祈祷，阮感谢你。因为你所享受的平安，是这个世界苦难袂当抢夺的平安。主，你互阮透过安静来搁较亲近你，搁较丰盛的亲近你。因为心安静，就行道稳当，互阮所行所做，因为稳稳甲你相同行，相同讲就发出伫你的欢喜。搁互真侪人得到利益，也互阮的生命会当持续成长，得到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神圣诗610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神圣诗610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坐，咱备百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阮感谢上帝，相信阮救主耶稣基督透过伊的保惠，伊相信阮丰盛。感谢你，还有奉献担保来做教会的事工，求你感纳。我若要献上阮的时间，甲全部的能力。来做你的器具，求你采用。我来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罪名来求，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的第4页，小会的公告。咱经过去年2025年12月份定期小会议决通过，咱要定伫个今年主要2026年2月7、8。
主日第3场的礼拜后，要伫咧10楼礼拜堂召开2025年度的定期的好会员好会。咱要为着互即个顺利会当来升会，请在职的会员来踊跃来出席。若有一寡时间上无稳准的，需要请假的，请来请假。咱迄个相关的事项，咱请看周报的第4页。第二是特别事工，本教会开拓万德福教会，定伫咧2月7日下晡3點要舉行升格同會，甲伍明和牧師就任第1任牧師受職感恩禮拜。請咱兄弟来做伙来参加，愿上帝祝福。遗体关怀，第一是咱要恭喜本会廖泽仁执事甲陈云杰因的夫妇伫1月17来得到一个查甫婴仔，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第二是本会会友黄雅慧姊妹，伫去年2025年10月20伫美国安孝主怀，伊要定伫咧2月7日，就是拜六的早起10點，伫7樓的禮拜堂要來舉行追思禮拜。請咱兄弟關心大島參加，願上帝親自安慰伊族。第三是本會會友陳菊姐妹。伊是迄个王子怡长老娘的妈妈，咱敬听阮福志长老的长母。伊伫1月2日安孝主怀，定伫2月7日下晡的后礼拜5早起7點，伫台北市市立的懷愛館建興樓4樓致愛視廳舉行日念禮拜。早起10點半，伫咱的教會10樓禮拜堂舉行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大島參加，願上帝親自安慰伊族。第四是本會會友吳劉姊妹，伫咧1月2日安孝主懷，願上帝親自安慰伊族。第五是本會會友李秋生姊妹。伫1月23安孝主懷，定伫咧2月7、9拜早起10點半，伫台北市立懷愛館景陽樓3樓致水一廳舉行日念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大島參加，願上帝親自安慰正伊族。過來是咱迄個舊曆的迄個農曆新年前，咱有一個溫馨的年菜送到厝的一個活動。哦，咱相連的社福基金，逐工固定伫咧拜1到拜5早起攏會送當工現煮的營養的即個便當，來互即個長者來得到好的健康。咱佇個農曆過年前咧，咱也要舉辦溫馨年菜來送到大家遮個厝內面，來關心因。咱今年要送的即個戶份是127戶，每戶1份。咱有一寡經費的需求是254000塊。每一組的年菜是2000塊。咱無限即個你要奉獻的即個金額啦。咱伫咧2月26進前咧，請咱甲即個若現金奉獻的，請咱甲教會辦公室內面的王秀貞幹事也是電話咱來基金會遮的老小姐甲伊聯絡。然後咱會閣繼續來做咱迄個獨居老人的迄個送餐服務來使用。詳細請咱參考第7頁。以上是報告。咱下面請咱梁牧師來歡迎來賓，甲牧養大島。
伫遮有一位吼，就是咱的尚杰生老师吼，就是咱今仔日的抒琴者，伊是秀红长老甲青红姐的老师吼。We welcome you.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service. So now we may say that with the winds of music, we can be near to our God. Thank you so much. 还佫有其他的新朋友啊，是兄弟第一届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啊无？若有请起立好无？若无，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每一工你的恩典成做阮生命的记号。主，阮为着今仔日的抒琴者尚杰生老师来祈祷。Please, our Lord, work with him so that many may be benefit and blessed. 阮也为着世上的人来祈祷，主你安慰。伫人无法度安慰的时，互因的全家无抵到绝望甲过头的伤心，有主的扶持，有主的恩典，就会当渐渐来恢复过来。主啊，阮也为着身体欠满伫即个变化激烈的天气内底，也是心神软弱的，主你医治，主你扶持。新的年度、新的时间、新的团队，阮可能伫经验也久无够也，但是主，阮若甲你同工，你就要帮咱扶持，互阮会当所做利益伫正人，佮荣耀你的性命。无论伫本堂，还是伫机构内底，主你继续成做阮的领导者，来引带阮的服侍、阮的工作、甲阮的生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者所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散会诗，圣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吟全首。
愿恁的心安静，愿恁的灵魂稳当，愿恁的生命有气力，搁愿恁伫生命的路站，甲主斗斗相同行。就算是伫伊无讲话时，嘛体会伊静静听你。愿恁因为安尼经历，家己得到利益，也要祝福伫做做。愿恁安尼生活的时，主格外大气力，圣神真理的引带，天父上帝教业稳定之爱，甲恁伫地，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别倒下温强受册签。